1959年从昆明去西双版纳需要7天，1999年从昆明去往西双版纳需要1天。那么2021年我们乘着火车去往西双版纳需要多长时间呢？我现在来到了昆明站，待会儿我们将乘着一辆体验列车一路向南去往西双版纳。 在我身后的这台复兴号列车呢，就是我们即将乘坐的列车了。黄绿相间的设计呢，让我现在就感觉到了有一阵速度感。那么现在我们就跟着队伍一起上车吧。 现在是早上8点40，我们的列车已经正式发车了。接下来就让我们跟着列车一起去领略沿途的无限风光吧。我现在呢是坐在列车上的2等座。其实我坐这个车的感觉呢，就是特别的舒适宽敞，像我坐下来的脚是完全可以放直的。 列车正在以将近16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前进。我们在列车上行走呢，还是感觉比较平稳，大家都可以正常的吃饭办公。现在是下午1点10分，我们已经抵达了西双版纳站。从昆明到西双版纳，由1959年的7天到1989年的3天，到1999年的1天。今天我们这趟试乘列车，除去中途的停靠时间，我们只花了3个多小时，就从昆明到达了西双版纳站。作为一个西双版纳人呢，此时此刻我真的感到非常的自豪。我们的交通越来越便利了，我们的幸福感也越来越强了。最后呢，我也希望大家有机会都要乘着火车来到我们美丽的西双版纳。